在地上大条来看台铁改造公司新出的第一组西拉雅彩绘火车。透早对台南火车头开出第一班车，虽然讲这设计师是讲色水是仿碰色衫的设计，不过也是有民众感觉未输是火车启动着人出意外咧闹火，甚至个西拉雅族人烦恼讲会去予民众来误会，讲这是西拉雅动样引起真大争议。 列车开行，旅客拢摕手机翕相，因为这台列车是台铁组织改革元年甲观光署合作推出的头一台主题彩绘列车西拉雅号。4月底前要伫家己甲屏东无定期行驶。 很像毛衣，车头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个角度不对，是真的很像被鸟。 23首航的西拉雅号车身是红白小蓝3D 偏执度，有人感觉亲像碰色衫，有人感觉车头放射形像槟榔坡，有人感觉亲像去鸟仔夹着，也是弄着人的火。图案啊，有象征台湾灯会光芒的放射器图案，也有乌山头水库的樱花，有春节期间开心的笑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爱心，上面写 "I love Taiwan"。设计者解说，概念是列车伫冬天踏碰色衫，不过列车宣传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挂名，部分西拉雅族人嘛烦恼民众的误会，车身的图都是西拉雅的绣花，还是彩绘。 根据这个原住民的一些绣文的部分去做发想那跟我们西拉雅族的这个绣文是没什么直接关系。展示由实物的叶啊线条构成的绣花，段安坤呼吁政府应该谨慎使用原住民族的名，维护伊的特殊甲庄严。 制作相关的影片跟图书的时候呢，也都会加强跟族人的沟通，然后也会邀请就是西拉雅族的学者来帮我们做一个审核。管理处讲，对于西拉雅族文化甲传承的重视，对于西拉雅多样引起各方的讨论。西拉雅族人表示尊重创作，也毋过呼吁创作者用原住民元素创作的时阵，会当先了解文化内涵，做清楚的说明，以免一般的民众误会。记者综合报道。